台北有一阵少年家发现有一寡老大人无愿意出门，想为伫咧这路边是罕得找到会当休困的所在。是讲因着推出交往椅的认养活动，或者民众会当来领椅啊，摕转去家己的社区囥。毋望安尼一张简单的椅啊，就会当创造友善的空间，用一条椅啊，互时代抑个过路人有暂时休喘的所在。在新北市中和路的巷仔内，一间音乐工作室外口有采2只茶椅啊。这个椅啊有一个趣味的名，就号做交往椅，要提供有需要的时代人、过路人有暂时通坐落来休困，也是开讲的所在。一个椅子，然后一个回收的精神，然后再搭配一个书籍的阅读。那因为我们本身工作室是音乐类的，那或许就可以把整个这样串联在一起，让大家透过他来这张椅子休息的时候，可以欣赏到书籍，那或者是说他就可以让亲朋好友在这个时间来聊天交流，就可以拉近彼此的关系。这个椅啊是台北一间推广废物再生的店家和成的玩家所制作的，因自去年开始推出交往椅的认养活动，为了环保，利用旧棧板来制作交往椅。因嘛希望认养椅的民众通把椅啊踩伫咧公共场所，创造愈侪友善的空间。团队表示，已经有认养的交往椅有16只，是分布伫咧上北，目前伫咧共享地图顶观拢通看得到。因为进前嘛有发现到讲，是大人无介意出门，是因为行真济路，无所在通好休困，会感觉足忝的，所以就无愿意出门。阮是想讲，若是伫社区内底有一个安尼的交往椅，是大人行出来拢会使真简单就找一个所在去坐，安尼伊就会搁较有愿意去出门安尼。和成的原仔长期在做社区活动甲观察，因表示，伫现代的都市规划当中，有的所在较罕有椅仔通互人坐落来休困，也是开讲。因嘛希望透过交往椅的推广，通互政府看到民间的需求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新闻报道。